田忌茶铺炒青毛尖500斤。这边，少爷，你看这些人你自己应付就好了，非拉我在这受罪。陈氏茶行一品名方300斤。田忌茶铺上品炒青500斤。质量还是一如既往。交代你总主要了。慢走啊！家里人喝了。哎，过来！一会儿你把这推车撞到那个摊上去。少爷，安排好了。啊。哎，你这莲蓬怎么卖啊？2个铜板1个。姑娘别动，马上到本少爷的点睛之处了。糟了，那姑娘落水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儿？我还以为你掉水里了呢。这是你自找的。那既然你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救命啊！我的腿！把手给我！把手给我！我的一个儿子。来！怎么是你啊？2个铜板。我不卖你。你凭什么不卖我？我又不是不给你钱。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卖。你走吧。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不卖我，本少爷今天不光要买，我还要全包了。来，给我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给我！快让开啊！干什么？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大人放过我吧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大人，放过我吧，大人！今天开茶，你撞坏我们程家的茶台，还让我放过你？想一想，给我老实交代。去找那个白衣服的叔叔，让他去救你爹。快去！说。求求你了，大人！叔叔，救救我爹吧！少爷，你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。去，找你爹去。去！干什么？少爷，你看这……好了，没事了，不怕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哼，刘少坤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是我？你怎么知道？刘少坤，咱俩可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，你那一肚子坏水我一清二楚。少爷，甭跟他废话，既然他背后使坏，咱们也不能便宜了他，是不是？是，不能便宜了他。就是啊，给我砸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打！干嘛呢？需要！别动啊！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干嘛？就是有没有伤到？没事吧？你们当街群殴，扰乱秩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带头闹事的，都给我走一趟！等会儿，你哪儿的？无县警员张子庸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到县府里谈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
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犯了法我一样抓，带走。到了。全儿啊，不是，回去跟老爷说一声，我去就回。少爷，刘二傻子，不是你嘚瑟呗。还有你，我，好啊，子勇哥，正好，咱们去衙门跟他理论清楚。谁是你哥？你别叫我哥。秋水，你也得去一趟。哎，好啊，一起去。谁要跟你一起？哎，少爷，喂，走了。我的莲蓬，哎，少爷。老爷不在家。哎呦，不在家好办呐！哎，门口这两个，说你俩呢？哎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？吴县第一大家刘家二少爷刘少坤，信不信我一句话扒了你们身上这层皮？啊？刘二少爷，你还真是好厚的脸皮啊！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刘家是千年老二吧？我程家才是这吴县的第一大茶商。哎呦，你不说，我倒还忘了，你爹每年为了补天大的亏空，拼了老命出去走茶。哎，你说你爹哪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程家是不是就完蛋了？啊！撕烂你的破嘴，你信不信？你吵什么吵？你试试来。这里不是你们家的，给我安静点。少爷，别生气了。你刚才瞪我干嘛？啊！我问你，你瞪我干嘛？还有你，来，打我也来，来，往这上打吗？哎呦，我去，谁？跪下！爹，我怎么教你的？啊？你就不能少惹点事儿吗？刘老爷，逆子！哎呦，乔管家，多日不见啊！这位就是程少爷吧？坐。赵县长，这人证物证俱在，这事儿你可得秉公处理啊！我们程家可不是好惹的，都不好惹啊，都不好惹，就我好惹啊！哎呀，慢慢谈啊，心平气和的谈嘛啊！今天的事儿，确实是犬子不对。不过，程家的损失，我刘某愿赵家赔偿。改日啊，定当上门致歉。爹，怎么就……闭嘴！刘老爷，我看这赔偿就不必了。我程家不缺这点钱，但是这赔礼道歉是一定要的。也别等到改日了，大家都挺忙的，不如就今天吧。来吧，刘二少爷。切，您看这事儿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道歉？对不起，啊，你适可而止啊！给我闭嘴！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走，慢着。干嘛？我看这秋水姑娘损失可不小，刘二少爷也一并赔偿了吧？哎，你这身后俩姑娘呢？哪个是秋水啊？我不认识。刘傻坤，你别给我装疯卖傻，是谁心里没点数吗？喏，那个，本少爷赏你的。不必了。秋叔，这交给你了啊！少爷，别跟着我。这个姑娘有意思，走。那老爷，我去了。小手艺小玩意儿，过来看一看喽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大路朝天，我怎么就跟着你了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请你离我远一点行吗？哎，那个张警官是你亲哥哥吗？不是啊。哦，他是你的相好不成？喂，你别乱说，我跟子庸哥可是清清白白的。这样，那就是说你没有相好的了？
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那就是没有。子勇哥，我来给你和程叔送米了。子勇哥，以后就别老给我家送米了。我现在打了几份工，钱够，能自己买的。这米都是家里卖剩下的，放久就坏了。你和程叔刚好帮忙，解决一下。那你等一下。秋水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子勇哥。我呢又在裁缝铺里找了份工，这些是我用剩下的布料做的。你总给我家送米，又不收钱，我不能老欠着你啊。拿着。哎呀，快拿着吧，这些都是边角料做的，你千万别嫌弃啊。谢谢啊。快试试看，合不合适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子勇哥。秋水，你赶紧给爹弄2钱买酒去啊！子勇哥，子勇哥，坐。你说，我们当警察的，哪个不想除暴安良啊？奈何这世道啊，有时候真想出去闯一闯，兴许还有一线希望呢。哎，这衣服是新的吧？你哪儿来的呀？哎，哥，是不是秋水送的呀？你俩可别误会啊，拿边角料给我做的。哎，你说两人都发展到送衣服的程度了，还怕我们误会？是啊，真不是。我送他米，他过意不去，就送我件衣服嘛。哥，你就是太羞涩了，做好事还不留名，总骗他这是家里剩下来的米，到头来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毕竟我是个孤儿，从小被寄人篱下。眼下我叔这米店生意也不好，我一个人怎么凑合都能过。但是要拉着秋水他们父女俩一起受苦，我舍不得秋水。这米怎么又少了啊？叔，子勇，你是不是又拿着这米孝顺那贼子一家子去了？叔，你记我账上，过2日就给你了。哼，没有钱就别装大方，给人家送吃的送米啊！不是张叔，子勇哥都说了，回头再还你，你老说他干嘛呀？我怎么了？我养了他20年，他吃我的住我的，我还不许我说他了。倒是你们不了解情况瞎帮腔，算什么东西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叔，我一会儿凑钱给你。我爹欠你们多少？不多，15块。不是你胡说，不就欠你10个大洋吗？今儿要是把欠我们的钱还了，我马六立马走人。如果还不了，姑娘，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了。咱不是还有你娘的镯子吗？
那个不行，那是我娘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，你连那个都要拿走吗？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快一点！就这么点钱啊？这是打发我们要饭的吗？这是我攒下所有的钱，剩下的我会想办法还给你。哎，你干嘛？老实点，别动！再动我打死他！不行，这个还给我！有什么还？要不你来抵债？钱都给你了，你给我住手！张警官，我警告你，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保证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张警官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就是闹到赵县长那儿，我也是有理的。不是我没欠他们几个钱吗？欠债还钱有凭有据。滚！你不是说不赌钱了吗？现在好了，我娘留给我唯一的镯子都没了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你还背着我藏私房钱呢。那钱是我存着给你养老用的，现在都被你败光了。秋水，程叔啊！你说，程景墨他算个什么？给他嚣张的啊！跟他斗，咱就跟他斗。美女，他寂寞啊。没了他我也寂寞啊。有一种人啊，咱永远都比不了。还有这种人吗？对啊，什么人？那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这茶你别喝了，来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咱家老爷呀，被那个程老爷压了大半辈子。做生意是做不过他了。但是我相信，你，一定会战胜那个程少爷的。那个程少爷他有什么？就是他有什么？什么都不如，他连牛都不如。就是。哎，这个程锦墨啊，他最近看上一小姑娘，一个卖莲蓬的叫什么，阮秋水，叫什么莲蓬西施吗？哎，对，是不是？怎么着？有想法？有个想法。哎，少爷，你想啊，咱做生意呀，卖茶呀，斗不过他，咱抢他人。有想法？你说凭你这气质，圈儿啊，这么多年，我觉得这话你说的最靠谱。喝茶。好。我呀，一定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哎呀，怎么又停了？今天六哥就是想听曲儿，快唱起来！唱，别停啊！今天六哥高兴啊，放开了喝，来，倒上。来。今天你们拿的镯子呢？给我拿出来！那是别人自愿抵债的，怎么，张警官？您难道要明抢吗？这块手表不比那个镯子便宜。把手表给我留着，我会赎回来的。脾气好大呀！来，喝。我帮你拿回来了。可是，
这个被他们拿去抵债了，你怎么会？他们本来就干的不是什么正经营生。我是警察，他们不敢得罪我，所以就还回来了。谢谢你，子庸哥。快收起来吧。秋水，你这2天还债，今天我来请你啊。不用了，子庸哥，还是老样子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子庸哥，再见。小伙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，馄饨和面已经涨价很久了？谁呀？哎呦，程少爷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不进去了，伯父。我今天来就是跟您说件事儿，说完我就走。对了，秋水在家吗？在啊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是来找您的，伯父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您看看。哦，招工。伯父，特别谢谢您那天的照顾，所以今天来我是专程来感谢您的。嗨，还有，我想让秋水去我们家茶房做工，肯定比他卖莲蓬强。秋水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亏待她的。哎，那太好了！哎呦，谢谢程少爷这么有心，还想着我们家秋水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很有诚意的。哦，伯父，您可一定要跟秋水说，让她去我们家应聘啊。哎，这个你放心，肯定去，肯定去。我还怕你反悔呢。怎么可能反悔呢？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哦，对了，伯父，您可千万别跟秋水说我来找过您啊。哎，放心吧，这我们家女儿啊，我自己了解，她呀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我有办法。爹，谁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爹，爹。啊。你，秋水啊，爹，你刚刚跟谁说话啊？我哦，你看，刚才也不知道谁把这个贴到咱们家门上了，你看，这什么呀？我刚才一看，说是招茶工。这茶工的工钱比你采莲蓬要多好几倍呢，那我得去应聘呢。我不能让我女儿这么辛苦，我得去。爹，这心意我领了，但你看清楚啊，这上面写着只招女工，而且年龄也有限制的，不能超过20岁。你这也差得太远了，连资格都没有。你看，你说我要是个女的该有多好啊？不是，秋水，要不？你的意思我去？对呀。你去试试啊！我又不会采茶。嗨，这个有什么难的嘛？这采莲蓬跟采茶一样啊，就是采的东西不一样。关键是，这工钱比你采莲蓬要翻好几倍，这个多合适啊！程家不会碰到那个程少爷吧？嗨，他们这当少爷的很少去那个茶园。再说了，你们一大帮小姑娘在一块儿，能看出谁跟谁呀？来，咱回屋去啊！来，来。爹，你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关门。阮伯父还真是个人才。
新人都怎么样啊？这个人可真多！哎，这去年多多。上一来了。年青，待会儿你就看我的手势，我要是不满意，你就帮我使劲挑毛病。挑毛病，燕青最擅长了。梅师傅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来，按顺序介绍自己。这边。少爷。我叫田小花，上木村人，手脚麻利，勤劳肯干，身体也强壮，干起活来一个能顶俩。你这看着就挺能吃的。就是啊，饭量那么大，肯定不好养活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这也太内向了。就是啊，性格不好，肯定不合群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这位一看就是风流倜傥、人称无限第一才子的程大公子。说您是才子，我觉得都是在侮辱您。您就是文曲星下凡，你这就会拍马屁。就是，哪有你这么夸人的呀？我都替你害臊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少爷，您到底想选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乔叔，我都说了，我这次要亲自把关，给咱们茶房再挑些人才。所以啊，这慢工出细活，别着急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这长得好看的，一看脑子就不太好使。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是长得不好看，还是脑子不好使啊？少爷哪儿都好，就是腿不太好。没办法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种长得又好看、脑子又好使的人。这位姑娘，说说你的才能吧。没有。有没有过什么采摘的经验？没有哎，少爷。也不一定非要采茶，采什么都可以，比如说摘莲蓬啊什么的。想想。没有。你再好好想想。那你表格上填写的是算学，你能不能当场测试一下？这不算作考核范围内，我只是好奇。可以的。叶青，算盘就不用了。算盘都不用了。这本账本中一共记录了普通炒青18担76斤，一品名风7担34斤，上品炒青24担65斤。这真的厉害，比算盘还快。我就说他肯定没问题的，我觉得就他了，剩下的人，梅师傅和乔叔，你们拿主意就行了。我先走了。少爷，少爷，走了。阮秋水。
会来，他不会来。少爷，我来给您送饭了。我没胃口，你回去吧。里面有红烧狮子头。你回去和寒生、乔叔一起吃吧，我不吃了。阮秋水，程景墨。阮秋水，程景墨。秋水，景水墨，水墨。哎，子龙哥，哎，咱晚上去花满楼啊？哎呦，我不去那种地方。再说最近手头有点紧，熬过这阵子，我再请你们好好喝一顿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，你心里啊只有秋水姑娘，但是你得行动啊！什么时候让秋水当我们嫂子啊？没错没错，哥，别让别人给抢了。对呀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怎么给她幸福呢？其实子龙哥，有时候我们都替你生气。你说你为她做了这么多，你得告诉她呀。现在连手表都当了，日子过得这么苦，这不都是因为她吗？对啊，哥，你把话给她挑明了，不然我们看着都心疼。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什么可抱怨的。我跟她之间的事，不能用力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事儿了，我请客好吧？走，一块喝点去。走啊！哎，队长，哎，走了。秋水，哎，秋水，干嘛呀？怎么样？今天累不累？辛不辛苦？喂，你这么冷淡，本少爷可是很没面子的。程少爷，我是在你家做工，但我没有义务在这陪你浪费时间，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好吗？谁说我跟着你了？我就正好跟你顺路而已。再说了，这路又不是你家修的。那请问程少爷，你要往哪边走呢？那边。哎，你家不是那个方向，你走反了。我说你走反了。喂，明天你早点来啊，要不然本少爷扣你工钱。明天见。夫人，燕青可是您生前为少爷经典的贴身丫头，也不知道少爷到底喜不喜欢燕青。现在少爷对咱们家新来的采茶女有意思，燕青该怎么办呢？呀，还没给少爷做饭呢。这是这几天来的进出货单，你可要一一算清楚了。等等，这里入货的数字对不上。哪里不对？你看啊，根据入货单统计，少了38斤1品临风，但确切来说，应该是38斤4两。怎么可能？你算盘都没动一下，你不会算账吧？你要不相信我，可以自己算一遍。这阮秋水真难对付，以后我私卖茶叶可要小心了。哦，那也许是我算错了，那你改过来就好了。慢点啊！哎，好。
这边，这边，来，这样。稳稳一点啊，放紧了。少爷，虎丘山那个地方特别适宜种植一品民蜂，老爷早就有了拿下的意思。没想到这刘家横插一脚跟咱们抢，过2天就竞价了。老爷没在家，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，这事儿由少爷做主。我做主？我哪能做主？巧叔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对生意上的事儿向来都不感兴趣。茶坊的事，哪天就由梅师傅向你汇报。你也不小了，也应该替老爷分担分担了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真是赶鸭子上架。少爷，我走了，走。好。强叔，啊，放心吧，路上慢点。小心，小心。哎呀，少爷，这方圆10里的荷塘可都找遍了，这可是你最后的希望了。来，你等我会儿。哎呀，别晒黑了。这哪有啊？不是，我问那老头，他给我指的就是这边啊，这不是全是莲蓬吗？那肯定在这边。可是哪有软秋水啊？有荷塘就更应该有它了，它不就是采莲蓬的吗？你瞅瞅你选的这天儿，全啊，这软秋水不会改行了吧？少爷。啊，这隔行如隔山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他不会该采茶了吧？那不能，少爷，咱回去琢磨琢磨。炒青的原料宜采摘嫩芽叶，现采现制，通风助清，切记不要损伤了芽叶。控制好温度，并保持一定的湿度，散发部分水分后，随即将茶趴夹住，炒青叶翻动，临出锅时呢，再稍微抖动，略炒即可出锅。你刚来不久，所以要更有耐心。这茶要一遍遍揉捻除水，心急可出不了好东西。明白，梅师傅。干活吧。少爷来了，少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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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爷。梅师傅，这帮新人干活怎么样啊？少爷可真是好眼光，这批新人虽然刚来没几天，可是进步都很快，尤其是阮秋水，脑子活络，手脚麻利，都快赶上老工人了。不要骄傲，干活。阮秋水才来几天呢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秋水，你知道吗？自从在西山茶壶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女孩。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我娘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娘也出身寒门，不过我娘她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。我相信你和她一样，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。其实，自从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喂，我告诉你，本少爷可是第一次这么对一个人上心。说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不然，本少爷可要亲上去了啊！陈少爷对小女子如此好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有什么？
只有以身相许啊！真的？太好了。本少爷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很正经的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没跟一个女孩子亲过嘴呢。要不，咱俩亲一个？哎，少爷。这个是糕点。你还笑？小时候我听人家说，有一个关于芦苇的故事。相传，天上有一个仙女，为了和人间一个书生在一起，不惜反抗王母娘娘。然后她的爱犬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，就牺牲了自己的性命，化成了这个芦苇。芦苇的花语是有韧性、自尊又自卑的爱。我觉得芦苇虽然比不上其他的花草好看，但是它可以默默地为自己爱的人付出。我最喜欢这芦苇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好看吗？你脑袋上带一圈杂草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见我给你讲的关于芦苇的故事啊？听到了。少爷，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今天送去解石轩的那批茶叶出了点问题。什么情况？今早因为太急没有检查茶叶，谁知送去才发现有几箱茶叶当中掺了茶渣。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是啊，这昨天筛茶时我还亲自检查过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谁知道送去才发现出了点差错。梅师傅，你立即召集所有茶工去查房集合，我亲自去跟张老板解释。燕青，走。哎，所有人集合。七月，是不是你？什么？出问题的茶叶，是我负责那几箱。所有人，昨晚上快集合了，刚好是你值班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不承认，那我现在就去告发你，我一定能找到证据。别！对了，还有账目上的问题，我也一并告发。哎，别！你千万别告发我，我只是想给你点教训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事情都发生了，你觉得现在求我有用吗？我娘病重在床，我需要很多钱给她看病，所以我才偷茶叶出去卖。千万别告发我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我们锦石轩和程家合作了这么些年，看的就是程家重诚信、讲原则。但是这次的事，的确是令我张某失望啊！你们怎么能以次充好来糊弄客户呢？韩生，张叔，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2箱上品名风是我特意带来给您赔礼的，送出去也有面子，还希望您不要推脱。您也知道，我爹做生意向来最讲诚信，这次全赖我。不过这次茶已经全部换成新的了，而且都是更好的上品，尾款也都免了。哎，既然你都来了，张叔叔我还能为难你吗？谢过张叔了，景墨这就回去彻查是哪个工人犯的错，一定严惩。梅师傅已经问过1次了，都没人承认是吧？我今天再问1次，是谁干的？现在立马站出来。同样的话，我不会再说第2次。
还没有人承认是吧？大家既然都是我程家的工人，自然也都知道，我程家对待工人向来仁慈宽厚。这次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是谁干的？我希望他可以站出来。承认呢？赶紧承认吧！就照这样，谁一个人害我们所有人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我干的。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这样？真没想到居然是他！竟然说昨天我还在夸你，没想到你这么粗心。平时我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？梅师傅，不可能是他干的。是我。少爷，我们西山茶房容不得差错，犯错了就要受罚。既然你承认是你干的，念你是新人不懂规矩，我就罚你这个月多采3担茶芽作为弥补。是。少爷，这次怪我大意，没有进行最后一步检查，我自罚2个月工钱，当做弥补。回去。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闭嘴！我们程氏茶房传承100年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儿。今天我就罚你们，罚你们站到天黑，不到天黑不许回去。阮秋水，阮秋水，少爷又来了。是啊，你看，又是来找阮秋水的。你来干嘛？我是程家少爷，我说了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处罚结束了。这是我应该受罚的，你不用管我，快走吧。那我作为程家少爷，监管不力，一样有错，我陪你一起受罚。你不需要这样。我乐意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采茶时间都过了，你就别给我帮倒忙了。我帮倒忙？我可是好心帮你。我不需要你帮忙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过来的时候可能跑太快了，腿有点疼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那我扶你去歇会儿吧。好啊。走。笑什么笑？好好干活。小心啊。你的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时候调皮贪玩，在西山茶壶不小心落了水，还伤了膝盖。这现在一到变天或者下雨之前，就跟半个瘸子没什么两样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总是落水。喂，你讽刺我呀？本少爷那可是舍己救人，我可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才落的水。难道是他？
把我从冰湖里救了出来。哎，哦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。哎，也不知道那个小女孩现在怎么样了，长得好不好看？哎，你水性又不好，怎么总到湖上去啊？我从小跟我母亲学画山水，母亲去世的早，从那以后，每年我都会为她画一幅山水画。可是今年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去采风。少爷，少爷，你这腿病又犯了。我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缓了缓，好多了。那个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秋水，你真的不用再受罚了。要活着呀！我的腿。少爷，少爷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应该会有你想要的风景。真的？那你快带我去啊！我去拿画板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这里美吧？你经常来这里吗？对啊，你看，这西山茶湖三面环山，每一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风景，而且春夏秋冬各有特色，就连早上和傍晚看到的都不一样呢。古人常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果然没错。原来之前咱们都是置身在画中的人。母亲生前若是看过这样的风景，一定会非常喜欢的。我们就像生活在画里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你娘的样子吗？当然记得，母亲的样子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你呢？我刘老爷，这虎丘山可是块宝地呀，您不要，我有些惊讶。赵县长，你也知道，他们老程家和我们老刘家，那可是死对头啊。既然这程家对这块地呢觊觎已久，我刘兴洲可不想虎口拔牙，伤了自己呀。那刘老爷这次来，不会是就为了喝这壶糙茶吧？赵县长，既然这礼你也收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想介入这虎丘，引我程刘两家竞价，到时候你就坐收渔翁之利呀。但是我们老刘家呢，也愿意配合赵县长演这一出戏。哦，抬抬他们的价格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刘老爷啊！少爷，最近这天气不好，你出门的时候可得小心点儿，不然腿疾又该犯了。燕青做的这个护膝也快好了，到时候你出门可记得带着。少爷要是难受了，燕青心里肯定也会跟着难受的。少爷，您看什么呢？少爷，这是采茶女软秋水吗？谁让你偷看的？去，离我远点。少爷，您是喜欢他吗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叫喜欢？我去。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，我画他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出去，要不然我叫韩生替了你。哦。开玩笑的。给我看看。哎，少爷。少爷，您找什么去啊？燕青，你见到我那张虎丘山的地图了吗？少爷，您不是说不去竞标吗？
不想去是一回事儿，去不去是另一回事儿。虎丘山占地面积总共750亩，除去植被覆盖，大概还剩700亩。这么大块地，刘家吃得下吗？这刘家离虎丘山这么远，打理起来肯定要花费很大的代价。刘家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叹什么气啊？燕青什么都听不懂，少爷还总说要让寒生替了我。燕青一会儿回去就把小包袱收拾好，就等少爷一句话了。您说让我走我就走。没了燕青，谁掩护我呀？寒生那么笨，肯定指望不上。这倒是。你能不能谦虚点？本来就是嘛，寒生遇到事情就只会嘿这样傻笑。赵县长，这没别人了，开始吧。好啊。现在可不只得程家想要这块地吧？按理说啊，这个租期到了之后没人续租的话，这个程家呢是应该优先的。可是刘老爷呢，多次找我，也想把这块土地承包下来，扩大自己的产量。现在刘家的茶叶生意比起程家来，也不成相让。这个地呢，不是我私人的，公平竞争，谁出的钱多，谁就得。好啊。那既然如此，赵县长，您就开个底价吧。底价不高，每年呢，每亩租金是1块大洋。哼，程景墨，怎么着？1块大洋？你不老吹嘘自己家大业大吗？怕了？刘二少爷倒是心急得很嘛，小心吃得太快噎住了。程景墨，你要做不了主，你就让程老爷来，我这儿赶时间。1块1，1块2， 1块3， 1块4， 1块5，快唠！这么喊得喊到什么时候啊？真是累得慌。1块7，管我怎么喊。1块8，刘傻坤，你到底能不能做主？你要做不了主，就把你爹喊来。本少爷可没你那么多闲时间。2块9，谁说我不能做主了？是不是？3块。嚯，3块钱！刘家果然家大业大，程某佩服。赵县长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成交了吧？不是，那个，你按规矩来。什么规矩？你都出到3块钱了，你这魄力，我实在是佩服。不对，程景墨，你坑我！我可没坑你啊，咱这可是自由竞价，你自己出这么多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赵县长，这块地我程家放弃了，告辞。好。你等会儿。赵县长，这不能算。这规矩就是规矩，哪有不算的道理啊？嘿，刘傻坤，好好打理好虎丘山茶园，我会去找你玩的。走了。大爷！赵县长，3块大洋不能算。你说什么？刘少爷，公开竞价，你亲自喊出来，岂能反悔？否则我定拿你下狱！别废话了，来人呐，把地契拿来，马上还押。是县长。